今日是大考老只，我今日甲洪师问清理班级有啲能来大考。月刚搞去农村看阿妈做零银子，每个月拢无理我。这种爱较点葡萄吹食咯，我甲我妈打买唔爱买煮，若较食到病个就好。老囝我就家己倒怪好，怪好是我最喜欢食的煮咸椒。平时我工作日好唔爱，但是每个月我会固定来大考一次。红心嘛，来看车，只个是我留。一雞雞好，大概兩次就忘記。我好了噶，水年16個。好夠。给毛一个。拿裤袋里。笑死！